们的仁义合唱团啊，然后他的团长文君，他的团员，还有我们文君的家人，全部都是今天的志工啊。那今天要来跟各位来做我们这场音乐会的最后的演出。那仁义合唱团是在2010年的时候，也是在我们何社长的理念，认为音乐可以来展现我们自然医学的一个精神，那希望通过音乐能够看到更多生命能量的展现，所以来成立。那成立之后呢，他们也到过很多地方去表演，也做了很多公益的表演。然后他们现在目前是每个礼拜二下午3点到5点在文山区练习。那他们的指挥就是我们今天的主办人之一倪宇轩老师担任指挥。那今天要跟各位带来的曲子呢，有2首歌，一个是《走向比西里岸》跟《Sing》，我们掌声来欢迎宇轩老师。
第2首歌《Sing》。同心合唱团不仅是成功的办了这场音乐会，带来这么美妙的歌声，我们是不是一样请何社长来给我们致赠一下我们的感谢状？是要。